啊，毋则这夕阳产业吼，阮坚持阮家兄弟来做艰苦哦，都爱受福就对啊。因为阮爸爸伊较早吼腰倒皮起猪，所以我感觉这个豆皮对我的家庭贡献太大了，我也感觉先啦。我细汉哦，读册够含慢的啦，对人袂对呢，想袂到吼，我嫁来遮吼，安尼煮这料啥吼，阮人客食吼，阮人客安尼，大家拢学乐甲，互我足有成就感的，互我足欢喜的。恁的节目吼是我待在市场一整天，我吼是待在市场一辈子。